继续来看是这个进口的辣椒粉验出着会致癌的工业的染料苏丹红的色素。这个风波是继续来炭烧。新北市教育局展开第一枪来宣布讲，学校的营养午餐暂停使用这个辣椒粉加咖喱粉。有超过20个县市嘛对咧禁止，敢若剩1、2个县市讲无必要全面来禁用，因会继续来监控。做营养午餐的业者嘛针对这个菜色来做调整，讲这个辣椒粉的影响较细，也毋过咖喱的料理囡仔真爱食。即摆暂时来禁用咖喱粉，会改来煮红烧的鸡肉，或者是沙嗲的鸡肉。伫咧灶脚内底步行出一七，便当业者赶咧传料，准备甲营养中豆等送到学校。毋过随苏丹红色素风波不断，真侪家长烦恼有苏丹红的调味料卖藏伫咧营养中豆等内底。当然是希望，因为那些东西吃了对身体有影响嘛，我们自己大人都不想要碰到了，怎么会让小朋友碰到？就惊家长袂放心，新北教育局开出第一枪，昨宣布学校中豆等暂时袂使用番椒粉含咖喱粉等调味料，待先先做3个月了后，才个评估到要解除。台北市将禁止到3月底才个做评估。桃园市、基隆市拢含新北共款，暂时3个月袂使用。其他县市嘛小煞对着天。台南嘉义县强调各校拢无使用到任何有问题调味料，教育局配合卫生单位继续监控，无必要全面禁用。便当业者嘛依各县市的规定，赶紧换新的菜单。因为孩子其实最喜欢在学校午餐最喜欢的是咖喱的料理，里面学校午餐的菜单里面大概1个月会出现2到3次的这个次数，其实频率算不低，而且满意度都相当高。禁用的话，觉得孩子的影响应该是最大。不过因为囡仔本身食咸的人较少，中豆等较袂使用番椒粉，敢若意大利料理会加红椒粉会接受。不过咖喱料理是定定咧煮，菜单要如何调整是真重要。3月中的部分会有这个咖喱鸡的料理，那我们目前营养师跟厨师中午也会开会，看去做怎么修改。那以目前来讲，可能会去修改成，比如说红烧鸡丁啊，或是沙爹鸡丁等等。苏丹红的风波是继续咧拖，就惊囡仔食着不健康的，所以爱伫咧食安问题逼出来进前，来做好监督。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